沈夫人现在听见自家阿叔李中三牛放七伤心，我不里做你的额高头，我一直要想老婚分老脱。倘是老婚老脱嘛，该枪手里上牛女婿把他被人抢脱。哎，做亡人为首要去青头子啊！阿三，让我门口大锅就顶了烧上火。对个，你别做锅就来呀！3个年在上海浦东到浦西。报告不要入手的。是啊，高某，你从非人到襄阳市一定大骨肉到此，你这大骨肉定在哪里呀？哎呀，这只手不能再开下去的，这啥么他是再开下去啊，要落不落棚子。那么法庭对君子姑娘妈妈姑娘，对内不是。我不做过，到此为止，我也不做过的。法庭刚才晓得自家做过的当可以精神8倍和龙3倍香，现在要晓得自家不做过的，后要7倍，一点点神气在明白。这个声音亲自请得来，3个3日天分吃饭日个。公公大人，哎，你在分？什么啊？那个人二头子一头来的呀？哪道理来？哦，刚子3年事体，7日在那让养人。我问你大骨肉定在哪里？我鱼呀。不噶，那么你鱼是鱼的来个，7伤15头人鱼师傅这样养过。上方包几年？一模鱼。经理包几年？到鱼模鱼。上一道骨不离银，银不离骨，你这黄金银心定在身旁，拿来带我无一看。我故意模鱼做么？哪里来的黄金银心啊？你办法的耍了呀？耍么子？叶子拨你个手，来人分考个。哎呀呀！你方才说的上方宝剑、金利宝具、黄金银星，真是而今都没有了。没有么是没有了啊！一个王叔王妈妈晕了是吧？这个哪来3年？注意道理关。哎呀，盲门人做你的上当。阿伟方才穷举刚个是做个梦的，现在梦一声神不着。你方才讲的上方宝剑、金利宝具、黄金银星，招来的内可一梦不仁啊！哎，高某大人，难道我在此做梦？你高某现在被做梦不成？那我一对过做梦不拼双当官，既然不是梦，怎样会摸鱼的呢？高某大人有所不知，方才我讲的乃是做过的上文，这下文嘛，为为去。都明闲话上讲，最刚子一半来了。还有一半是上帝下方有知府为高级货在下文必怎样？我看为是不要讲的好。为什么？倘是我讲了嘛，你高某大人要生气的。你现在不讲，我已经动气了的，你还是快速讲吧。是，那也是。我实招计较，请寻吃东。什么上方宝剑、黄金银星、金利宝具，都封在这手中。错卡得来，谁碰了水里头？那么说是皇帝金地上向银不讲道枪的，怎样会摸鱼的呢？我因过三关击溃之后，又是退归少王，你儿为对这么一看，不知口底耍个名堂出来着？这起2党分无固有之中，与害我做我的基人。想我乃是忠人的后代，岂用这辈欺人少辱少刚？我人中笃金之贵，不做佛舍之功。故而我采取了他们一本。可见自己人来去抽走一本啊！自家刚刚到食堂上向为分立文脚跟来了，别人家几人识大更深，你哪胖得个不里多呢？比怎样啊？哎呀，高某，拿起小菜是子来了呀！那么真正叫三兵发死了，让活菩萨子怎样啊？那。上一本来
酒神，是我是小小双牛真大队，今给一手中着神，想踢去双牛把，打去青翠人，风之本是金人，本我后人之死后人知，谁拿谁发誓当上来审判哎呀，王金英只特上牛报不特奉旨两个字，进进门，一进进门，永远不会放出来。外加皇帝们里杀人规则那场抽走皇宫大人们，组织三法事，三堂为生，重大危机来着。盲门人这个面孔注视，舌头发抖。是啊，哥母，咱来的母热的母一个好人来举例的母啊！我有舌头要发自刀子问，发清楚你的，可是不能去话里个。他是接出毛病来是我身背上向随命特送啊。搿么是讲送一送吧，哥母大人，为好啊为好，举行来了。哦，那个举行三个举个我啊，那都差有周大神。大人，他跪了下来，扶起君王，开一席恩，十大草帽书生陪你亲，回家日知他不分明。丁信，有个好人出来着，众人的邻居周光端诸多御史。到房间里向有交情的，叫上李婆举下来，请来反晒恩说，小奴年纪轻，食堂上向规矩不懂，搿是自家一来不要紧的。为啥？周光对搿天启皇帝读书的，你是天启皇帝的先生，定心。是啊。哥母，原来周老大人把追下来，大概肯服归牛职。哪有这样的容易？不来噻。发特工的发疯，哪有这样的必打？三名都不够讲究，哪有这样的骚话？必怎样呢？哥母大人，倘若预备母与周老大人保追下来，恐怕预备再也见不到你姑娘的了。妈妈认准你的那死特子大傻，上得今朝来讨水家子，而今遇了周老大人把嘴皮怎样呢？哎呀，哥母，你不好了！也不能吓出心脏病来噶。一封文叫宋提将，砰！皇帝升旨下来，死活塞了这个当口，盲门的头颈身上上得成西瓜上。怎样啊？将我各这位相为老百姓，行里小小比之君发情，又是个举方君。哎呀呀，插公个老如新，那么步步大吉。好中举啊！那时对微不想，神头上想出锅在有头有足，对个秋子真就得来上火呀！那还有个包谷进京，那还有个包谷出京，那么嘛没人做你的那弄法。方才马匹拍好，公路抢好，当啷当跪下来说法中国。现在也想老混到背负了车队啊！这个辰光嘛没人后车上车下嘛，神道之队闷声不响。把请对阵这个马门人忙忙，儿子，听见这我不中国子，怕对神大子闷声不响。
那留下来马上是一老婚子。那么说讲，我非要说，我说了那个前头，不过我不是你老婚，我是讲不仅别家里向丈母娘老婚，实际浪向么那哈，谁是让是你姑娘相老婚，我看你那哈，姑母大人那。送狗屎，是里你狗毛也怒生春，那金狗有毛伤良心，请我隔天烈公明他的来的烈婚。你慢慢认真你的什么？穷居郎讲，今里向个丈母娘伤良心，你公明割脱，马上老婚。哎呀，我还想老婚来哇！世间一口天下世界。丈母娘才想拉婚改，不是我一个字真句不想。儿子，说到那个心里想着，地震子里妈妈刚刚来听见这我走子过了，不得了呀，拍马屁抢功了，哈人亲人接得来我们肉麻不吃。那么现在呢哈，我一句一句谁呀教会呢？我还要叫你行行米的，我的。哈个木兰，哎呦，懒得懒！只听北京姑娘喊，我不得风上千里声，只吹可迎上门。不脱夸，气枪上个公了你，真句不想。你吃葡萄海话谁拉拉那面前呀？你是相夫落子呀？刚刚你不得了呀？是的，阿姐，我们只有一个人，你们半字之客，400位高大才是那个呀？姑娘，我真正感动的。至少嘛，你得听不肉，你对我真正好，我的。得得听听，听听得得的听歌，木兰。哎呦，牛不得啦！想我们，每是得得听听，听不熟。一种情上，两种情，两心相依，我的心人深。你莫把我放亲自当为神，范公公大人，莫这样放亲当为神，可得。盲目人做你的头面穷居记性好等一混，该非我才是方才我讲的呀，理在通关无特2个字。方才我是莫把姑娘当外人，你现在就莫把方亲当外人。莫批自家拍了浪，那想法真句真大对不开口。该个辰光，书房里向陈女士老大人听得明白，看得清爽。哦哟，女士呀，难得今朝是对微不相关。今朝个市里姑娘把你牵了子不对上对秋子呀。哦哟，今朝市里姑娘口对吃足，老老细叫我笑出声音来。那个
神功双拍手，他是写书小吃小声音，小女是那桂花梨皮，真好笑今儿早接上十里名。姥姥做你的不知那行手上，搿出戏有得看了海了。姥姥证据了啷口，马门人不好讲吧？证据顺德之头不开口。对君子里妈妈还是不开口。搿么啥讲？你不开口嘛，我不来开口。搿么你不想不要紧，我一个字幕，搿来有名堂，谁叫事实是我，方请一声上台。那方群啊，方子分，想你做你的宗人，他做他的妻人，与你有什么相干呀？要你去催究他们做什么？那到如今，若到是此地有不？耶，不人得你讲闲话，你自家会得讲，搿个名堂真正叫事实是马门人不想听你讲的啥？娘听。上台一声很放假，七岁真是姑娘妈妈噻！刚刚来听见这我做主锅子，得去非为神，才非样。哦，现在听见这我不做锅子，对神大子闷声不响。哼，那么那哈闲话当中要来刺刺那着。公母大人呐！想一杯，搁这去过之后，再被十里小生当面相逢进对不对？哎呦，马门也听到了莫三门啊！让是我头发抬起来啊，是我十里小人，哎，这里发不内幕，都这样抬起来。不可能好在的抬起来。哎呀，穷举啊，我做人难说什么？头沉下去一发，抬起来一发，
还是任何去？而且我在现在嘛，不知名着，至少么相骂呀，两个人相骂嘛，有名堂出来，现在一个字骂嘛，不意思着。那么啥个？家里开金口，那么还有办法家里开口，有办法。我只要是我自家神奇可以做过，你马上谁开口，不相信试试看。国母大人，像我也做过，容易啊，容易呀！好，你说也做过噻？可是也要请你去事情把自己要稳当着吧，真诚相扶了啊！欺负公民啊，容易。水中龙谁公公说看举子我一生是一座千人吹。盲目人听得蛮清爽，李郎讲。重新要做过，还是别当事体。腹中财、真节水中财，肚皮里向财哦，哪接得到水当啷个赛道？引入运动特的动的，还是可以做过的。那么大很少，乃做主顾们我能证据配不来上的能吃口对在，所以慢慢人对付得起来，让人搭杠上来。这来的有了人俩，谁能做顾么？阿哥，开金口子。这个脾气不发情莫若这样，是呀。像我吃惊的时节，一位朋友谁来接触于我？是了这辈记得突在神东，只要有人量去孝敬他们，我深具可据做过的。这个几人偷动的，不偷动的，不叫几人者，不知也多少人量。他们银两为开不让一块，为看吃肚子，银子大不够，那么呢要举子啊，我个不来这个，那么慢慢人胖对待起来要什么？要黄金，要金子啊，要多少黄金？那八斤对金子姑娘慢慢的发弄错，来日加上皇帝爸爸400万高大税务才回本我走。我非要那个金子，非要那个银子，非要那个珠子，我要那个能些叫配给我做妻子。那么那哈，当然是一句巧子话。国母大人，想今这一辈得地之子，来恳求国母大人允我许我这么一天金。我再到京都岳母那里，去京都岳母许我允我这么一天金。向我方子问，医疗这么2千金呢？我是做给的了。你晓得出么？我中国认得呢。我改个辰光是哭在5百眼里了，晓得啦？要1千两金子，100根大条子啊！你让1两金子烧个高低了，发要到军师商量。方才事体分得军师商量，口头切磋。现在要得里商量口。啥个军师，狗头军师，参知我头你当军师的。是的，参知啊，你也听见啊？穷举讲改要1千两金子，甚至还去做过。你看我应该不你计划。参知哦，聪明，玲珑得不得了。李登那边上听得清清爽爽，说你的夫人啊，你也要上当着。加上来夫人，穷居家非要金子，非要那个银子，只要那个千金小姐、能小姐，你分高吧。哎呀，夫人啊，那个人说笨的啦，去丫头要细夸在，我都说我东高笨的了。夫人啊，来听呀。你老讲要求公母允我许我1千金，啥叫求呀？男家出帖子叫求，女家答应改装亲事叫允了许。哎呀，满清上呀，千金小姐，千金小姐，夫人啊，多呀能啊，
他是呢一点头答应家不子里你都400枚高当才是个穷举子，穷举个良心真黑，吊足出卡。纸面上向发讲，让你上当最好人不，你阿领得清上来，不是真正要千金一那个农小姐，千金小姐。哦，我就慢慢认出你的穷举啊，穷举啊，你到说的穷心为太实心干着。是的，妻子啊，我恨不得将这个穷鬼送至衙门，一揉被子，打他不死不活，方成我夫人心头之恨。加上来夫人，不要气，只要气，等我军师商量，自有办法。你老婚把你老脱，你快点讲呀，夫娘，你看呀。今朝穷举新郎大事当班来个，手里向那个徐同结拜，是讲海里闯大人。说到军师啊，我该个辰光要进老婚，有啥个现情一致，听你闯大人。夫人啊，你哪是讲不懂的呢？闯大人和老婚是有连带关系的，叫得你答应肯闯大人，老婚就有题目。你现在慢慢看，还有什么？到底军事有道理呀？OK，让我慢慢看。是，高某1千斤2千斤在日不得。阿子，刚才同地人子一发袋子，不知道的啥话怎样？我来问你呀，你隔着去过之后在做些什么？那拉问我，隔着去过之后做的啥？我分隔着呀。那么是讲，还说一声吧，我真有事情都去。要行西喽，马门人一个冲口出，你为什么不死啊？啊，你是绿叶我死的，我有姑娘良心，但是你喝了给我，你是一人相聚的。就那个朋友，大个有讲，不就来让来死特子，就好，也清爽。怎样一个人救你呀？想我真有事情都去，想起死意夫人，悄悄此君相继匆匆，相继动人。他精于风景，能知一时风云。他是我虽着一时困顿，来你问问神恩。我在当今天子，亦是礼义在人，这个一年不在，是受荣礼少定。各位，他将我到人，要求随我击败红魁，从此天涯际际，今朝谁相认？我不怕姑娘失礼，只许高低来婚，毕竟时下或者爱中总要调定。那个穷举3句也我离不开包堂做亲的了。哦，你儿今会唱大人了？真是呀！哎呀呀，想做姑娘月宫中衣裳稀缺，得以邻家过几次。虽然这阳春失掉大人啊，但是耳熟未闻，目熟非多。而今周瑜不日，可能常与姑娘一听。这个妹，哎呦，姑娘搿只棋子厉害着，我懂个。要我唱大人，只要我大人一出口，立马上就可以拉婚。说起来啥么子啊？大御史千金高不那个最高我唱大人啊，总说不过去吧？还是只要我大人一出口，你拉婚谁有地目？那么发现周年头，我今家这个大人还能唱，一想可以唱。做啥？因为我的媒人把爸爸的眼发过，啥呢？皇帝做媒人，他是那样想拉婚的时候，欺君大罪，先杀他那个口浪头。那么还我是走来，我马上没马到现在，没啥我还马出来着。现在家家子唱大人了，也可以讽刺那个盲门人。对，哦，郭某大人要听唱到的。是啊，几首曲子得预备戏曲一出。那么别唱到人。